哦，足正的啦，赞赞赞。哦，迄真人，写啲毛笔字写，体真的看。哦，甲骨力都会到啦。安尼目睭金，哦，90外岁安尼目睭才金。我大人去看安尼，咱人去写甲遮正。啊，有迄心人去写甲足正，有心要学要写。哦，真人好好，真是好。啊，咱帮太太中央人嘛吼。哦，咱中央，嘿嘿。啊，少年学啥物日语啊？细汉学啥物日语啊？细汉咧做工课。啊，毋是拢爱去遐学日语的呢？我少，我若无咧学哪会？细汉有。细汉无咧学哪会啦？细汉嘛捌去拄着美凤公路的，敢无？啊，路边毋是拢一个区啦，啊，若飞机啦，拢爱美凤公路。美凤公路尔。哦，美凤公路，迄阵拄着。你无味着吼？啊，阮妈妈迄阵的啦。你无味着啊？有啦，阮48年那出世的啦。讲红了啊！对啊，阮讲红了啊！啊，那帮太太，你10外年出的哦？啊。你民国10外年出世的。我知。安尼好，安尼就90外岁啊。哦。无啦，88啦。哦，80外，安尼民国就20年出呀。88啊。哦，就民国20年啊出世啊，阮妈妈迄代啊，阮妈妈迄辈啊。有，谢谢啦，感恩啦。哦，细汉拢捌去乌罗笋的咧。乌罗笋透早就爱去乌头乌，啊有诶人种迄个竹啊嘛爱去乌竹啊笋啊。哦，无栽罗笋，罗笋爱种沙林的款，沙地当会当种罗笋的款。有，尼罗笋你敢会压水？种罗笋的爱压水，种沙地啊。哎呦，哦是啊，帮太太讲有种迄做菱角啦，啊有迄做板菱角啦。阮咧板菱角。哦，讲着佫坐船啊板菱角啦。哦，啊船啊做偌大台？啊？船啊做偌大台？哪有遮大台？有啦。有哦，哦，啊这船啊坐较袂。哦，对啦，后壁放卡桶然后。后壁放菱角啦。放菱角，毋免放卡桶啊啦吼，直接放迄个船啊里头啦。哦，对。哦，安尼好。哦，安尼足骨力，安尼爱挽几波哟。哦，挽几日咯，我辛苦。船也袂掂落啦。哦，船也袂掂落呢。啊，敢有足深，敢有落到遮深？迄水敢有遮深？喂，迄田仔区诶较浅啊。那迄港地嘛足深。哦，后迄港地。港啊，迄落那迄落田仔区。田灌水诶。哦，田饮水，哦，到遐来足深啊呢。哦，脚头捂起来，遐才足深去啊。哦，脚头捂起来到遐来足深啊啦。哦，安尼真这安尼关多的，要几公尺的，深啊吼。对，谢谢。啊，捌种过金瓜的款啊，金瓜啊，菜瓜啊。金瓜、菜瓜。菇啊，拢捌啊。啊，拢咧养啥物肥？43号肥哦。43，啊，一届爱养偌济肥？啊，迄袂使养足济呢。哦，原来。足济都烧掉啊。哦，原来迄会烧咧哦，原来迄肥会烧哦。哎呀，原来迄是肥伤济会烧死的哦。哦，我想讲，甲养较济，讲大念伊大，甲足大丛，念伊生念伊。哎呀，原来养伤济是烧死。哎呦，迄肥会烧哦。哎呀，哎，肥敢会酸？肥敢会酸？敢会酸下哟。然后肥原来会烧啦吼。对，安尼袂使一届也伤济。啊，敢会使伊，当甲放倒迄间遐无头遐，袂使。咱放伤晚。哦，袂使放伤晚咧哦。哦，那二空远咧哦。哎呦，咱较济学问咧哦。哦，那个要较注意。谢谢啊。